人生70古來稀，94歲嘅胡楓偏偏會出咗另一種樣。人哋到咗呢個年紀，行路都要小心翼翼，佢仲敢企上紅館，一口氣唱足近5個鐘，成為舉辦演唱會最年長嘅華語流行音樂藝人。點知演唱會結束先至1個幾月，秀哥突然傳出身體不適。7月中旬，佢相識多年嘅老友謝賢離世。當時媒體想訪問胡楓，家人只係表示佢身體唔舒服，唔方便回應。外界最初以為秀哥年紀大，聽到老朋友離世，情緒低落，需要休息幾日。之後又有消息稱佢感染咗新冠。直到7月30日，秀哥嘅新抱 JoJo 公開影片，大家先至知道，所謂感染新冠，只係家人對外放出嘅煙幕。秀哥真正患上嘅係隨時可以奪命嘅急性膽管炎。病情發作之後，佢被緊急送入伊麗莎白醫院深切治療部。當時秀哥嘅呼吸情況非常差，需要插喉協助呼吸，前後更加昏迷咗4日。JoJo 喺片中解釋，佢係入咗伊麗莎白醫院嘅 ICU， 頭尾都昏迷咗4日，因為要插喉，佢當時嘅呼吸係好唔 OK 嘅。家人擔心病情曝光之後，大批嘅朋友、記者同埋圈中人趕到醫院，會影響秀哥休息，亦打擾醫護人員嘅工作，所以一直冇公開真實情況，淨係話佢中咗新冠。直到秀哥完成手術，情況穩定，家人先至俾佢親自拍片報平安。秀哥同醫生見面嘅時候，醫生直接同佢講，今次真係喺鬼門關嗰度走咗一轉啊！原來秀哥膽管被膽石堵塞，繼而引發膽管炎。病情一旦惡化，細菌可以進入血液，引發敗血症。90幾歲嘅老人未必捱得過去。醫生先替佢打通膽管，之後再切除膽囊，避免膽石再次出現，引發第2次危機。秀哥聽完之後仍然心有餘悸，淨係講咗一句好恐怖。醫生見佢平安醒來，亦都忍唔住同佢開玩笑，你大命喺天堂打咗個轉，上天話你唔好咁快嚟享福啊！香港好多市民都掛住你，你遲啲先上嚟享福啦，所以先救返你，都係你自己嘅福氣啊！秀哥自己回憶話，昏迷4日之後重新張開眼，第一眼見到嘅環境完全陌生，更加將佢嚇咗一跳嘅係自己竟然被5花大綁。當我擘大眼嘅時候，覺得呢度好陌生，有個醫護人員就問我，你叫咩名啊？我答中咗，佢非常之開心。秀哥當時啱啱醒返，神志仲未完全恢復，身上又插晒喉，醫護人員擔心佢無意識咁樣拉扯喉管，碰到傷口，只好暫時固定住佢嘅雙手。佢最初梗係驚啦，但係知道原因之後，即刻就明白醫護人員係喺度保護自己。秀哥特別感謝伊麗莎白醫院嘅醫護人員。佢話有一次摸到一名醫護人員嘅手，發現對方嘅手非常之凍。雖然我摸到佢隻手好凍，我感受到佢內心嘅熱情，對我非常之好。更加驚險嘅係，秀哥今次病危之前，身體睇起身根本就冇乜嘢明顯嘅異樣。2026年6月7日，佢先至喺紅館舉行秀哥95至尊無限風騷演唱會。當日嘅秀哥已經係94歲零140日，健力士世界紀錄正式確認佢成為舉辦演唱會最年長嘅華語流行音樂藝人。演唱會由下午3點半開始，一直係唱到晚上8點15分，接近係5個鐘，合共演唱45首歌。秀哥一直都喺台上，但係呢一份體力已經令到唔少年輕歌手自愧不如啦。而當晚嘅嘉賓陣容簡直就好似係香港娛樂圈頒獎禮，劉德華、張學友、陳奕迅、張家輝、莫文蔚、楊千嬅、汪明荃、草蜢、張衛健等等嘅藝人輪流登場，台下仲坐住羅蘭、盧海鵬、曾志偉、陳百祥等等嘅圈中老友。普通藝人開演唱會要四處藝人做嘉賓，秀哥開 show，天王、歌神、影帝全部都主動返嚟撐場，大家見到佢都要恭恭敬敬咁樣叫一聲秀哥。胡楓能夠令到半個香港娛樂圈出動，靠嘅當然唔止係年紀。
好多年輕嘅觀眾淨係知道佢成日喺 TVB 嘅劇中做爸爸、爺爺或者《一屋老友記》入邊嗰位鬼馬老豆。其實年輕時候嘅胡楓係真正嘅粵語片當紅小生。胡楓原名胡繼修，家中係經營古董生意，本來可以安安穩穩繼承家業。1953年，21歲嘅佢喺報紙睇到電影公司招考演員，於是膽粗粗就去咗報名。結果第一部電影《男人心》，佢已經直接擔任男主角，女主角更加係當時紅極一時嘅芳艷芬。由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佢拍咗200幾部電影。當時嘅修哥外形俊朗，能夠演斯文小生，又唱得跳得，跳起舞嚟更加出名，因此係有咗舞王修嘅稱號。後嚟粵語片式微，電影行業進入低潮。從前做男主角嘅胡楓，經譚炳文介紹加入歡樂今宵，開始轉戰電視圈。呢一次嘅轉型並唔容易。以前喺電影入面，所有鏡頭都圍住佢轉。進入電視台之後，佢開始演爸爸、叔叔、富商、長輩，慢慢係由男一號變成配角。胡楓亦都曾經懷疑自己係咪已經過氣。當時太太呂永河一句話點醒咗佢：你既然中意做，積累咗咁多年經驗就唔好嘥，你中意做就做，冇所謂噶。從此之後，胡楓唔再計較角色嘅大小，有戲就拍，有節目就做。年輕演員需要佢幫忙，佢亦都願意配合。之後幾十年，觀眾喺《難兄難弟》、《妙手仁心》、《一屋老友記》等劇集裏面不斷見到佢。佢演過無數嘅爸爸同埋爺爺，慢慢由昔日嘅粵語片小生變成全港最熟悉嘅百搭老豆。2003年 TVB 向佢頒發萬千光輝演藝大獎，同年佢獲得香港電影金紫荊獎終身成就獎。2023年胡楓再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2024年香港特區政府向佢頒授銅紫荊星章。拍戲70幾年，由電影男主角做到電視配角，再由配角做到全港觀眾敬重嘅老前輩，呢個先至係胡楓真正嘅地位。除咗資歷夠深，修哥喺娛樂圈嘅人緣係出咗名嘅好，圈中一直盛傳佢有10幾個契仔契女，張學友、黎明、林憶蓮、張家輝等人都曾經被稱為佢嘅契仔契女。呢一班人如今已經係天王、歌神、影帝，但係只要修哥開演唱會、生日聚會或者係重要活動，佢哋仍然會返嚟陪佢。今次修哥喺 ICU 昏迷期間，腦海中不斷諗起家人、朋友、契仔契女，仲有網上嗰啲支持佢嘅觀眾，佢更加係喺睡夢中話俾自己知，一定要醒返，再同大家見面。我喺睡夢中嘅時候，我就同自己講，一定要對所有好朋友、屋企人見翻一面，所以我而家做得到，我會多啲同大家傾偈，同大家見面㗎。闖過鬼門關之後，佢最掛住嘅就係再見一次身邊嘅人。修哥入行70幾年，拍過幾百部作品，合作過無數女明星，真正傳得最犀利嘅緋聞卻發生喺晚年。緋聞嘅女主角就係羅蘭姐，兩個人由粵語片時代就已經認識，之後又喺《難兄難弟》、《神雕俠侶》、《一屋老友記》等等嘅作品多次合作，尤其係喺《一屋老友記》入面，兩個人飾演一對恩愛夫妻，默契十足，觀眾越睇越覺得登對。後嚟網上不斷傳出胡楓曾經向羅蘭求婚，修哥嘅仔女亦都支持兩個人再婚。羅蘭多次回應，強調兩個人一直只係老朋友。佢更加透露，胡楓當年仲喺度同太太呂永河拍拖嘅時候，自己已經認識佢哋兩夫妻。記者問羅蘭姐有冇對修哥動心，佢直接回答：要清楚自己嘅位置，我哋就係朋友。胡楓同羅蘭嘅關係再好，亦只係相識多年嘅老友。陪修哥走過大半生嘅人，一直係太太呂永河。兩個人互為初戀，1957年結婚，婚後育有5名子女，夫妻相伴59年，直到2016年呂永河病逝。太太喪禮上，胡楓送上嘅花圈寫住緣盡今生，來世再造。多年之後再提起亡妻，佢仍然會突然沉默，
淨係話到而家都好掛住佢，所以修哥同埋羅蘭嘅黃昏戀傳得再熱鬧，亦冇真正改變過乜嘢。羅蘭係知己，呂永河先係佢一生認定嘅太太。今次胡楓突然病危，最令人感觸嘅，仲有同佢同一個年代嘅藝人已經越嚟越少。百歲粵語片前輩羅艷卿近年需要坐輪椅，但係思路仍然清晰。早前仲表示想去睇胡楓嘅下午場演唱會。同胡楓同樣係94歲嘅劉兆銘，近年病痛纏身，需要輪椅代步，已經好少公開露面。91歲嘅羅蘭姐早前跌傷，又傳出左耳突然失聰，但係仍然表示只要有人揾佢拍戲，佢就會繼續做。89歲嘅余慕蓮因為肺纖維化等問題喺 ICU 留醫接近半年。84歲嘅盧海鵬亦受糖尿病同埋視力問題困擾。同胡楓一齊走過粵語片麗的無綫黃金年代嘅老朋友，一個一個推落嚟，一個一個離開。7月中旬謝賢離世，外界想揾胡楓回應，點知佢自己亦都已經病倒。兩個由粵語片年代一路走到今日嘅老友，一個正式告別，一個啱啱從鬼門關返嚟，所以大家今次擔心嘅唔止係修哥嘅身體，大家驚嘅係呢一班陪住香港觀眾長大嘅老前輩，真係已經進入見一次少一次嘅階段。希望94歲嘅修哥早日恢復精神，遲一啲再同一班老友聚會，亦繼續用佢最熟悉嘅笑容向所有掛住佢嘅觀眾講一句：我冇事，大家放心。